时刻，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 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这首新歌来歌颂主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拍手。困难阻挡我生命之中，我更要来赞美。成就美好，我已经看见，永远都要敬拜。我不羞愧，罪人的酒，我永远不会再惧怕。世界认为愚蠢，却是自由，我永远都不再执着。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放下一切，在你同在中跳舞的光照耀，使我刚强，父辈也满意。当我来赞美你，我不羞愧，罪人的酒，我永远不会再惧怕。世界认为愚蠢，却是自由，我永远不再退缩。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清晨，在每个时晚，在任何地方，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是的，主已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为我们披上喜乐。所以呢，我们要为了上帝的同在来欢呼跳舞。准备好了吗？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Hallelujah. 让我们再跳一次。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Hallelujah. 再一次借我你的手。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I got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Hallelujah. 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是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
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心，因为主你就是爱，你要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份毫无保留的爱。当我们愿意让你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你的爱也要永留在我与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主啊，因着你的爱，我们得以完全；因着你的爱，我们彼此连结；因着你的爱，我们的生命要充满喜乐；因着你的爱，我们得以刚强而不惧怕。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感受从主而来那份无法取代的爱。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是的，主啊，你的爱跟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我的爱因深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深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全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全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着精彩都是因为爱。是的，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你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都早已领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今天是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在代降节的第1个主日，我们点燃的第一根叫做信心的蜡烛。这时候我邀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对起盼望的蜡烛，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默想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你有什么样的盼望，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让我们在点燃这一根蜡烛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着蜡烛看见亮光。代降节第2个主日，我们点燃的蜡烛叫做预备的蜡烛，或是信心的蜡烛。当我们在上个礼拜所点燃这根的蜡烛，代表我们为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所要做的预备。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盼望，有什么样子的预备，欢迎耶稣再来到我们的当中呢？让我们一样闭上我们的眼睛，能够向主来祷告。今天是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我们要点燃的这根蜡烛是喜乐的蜡烛。这根蜡烛代表着我们不再忧愁，不再惧怕，也不再担心。借着这根喜乐的蜡烛，我们要宣告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也充满神的喜乐。让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在代降节的节期当中，我们不是等待耶稣的降生，而是预备耶稣的降临。让我们透过盼望，让我们透过预备，让我们透过喜乐，让我们每个孩子的生命都能够被你的光所点燃，驱走我们心中的黑暗，也驱走我们心中的惧怕。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明白神你的爱是如此的浩瀚，明白神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用担忧，不为明天来忧虑。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如同我们点燃这3根的蜡烛一样。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孩子献上感谢、祷告、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你要坐下来之前，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要点燃你心中的蜡烛，神要点燃你心中的蜡烛。好，请坐。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位见证，是允杰。允杰他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做见证的分享。好，让我们这时候拍手来欢迎允杰。
家晚安。晚安。然后我叫陈允杰，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从小看我到大，反正就有些就是对我还很陌生。然后大概自我介绍一下，我就叫陈允杰。然后我今年高3，然后我是刚才在台上的那位陈柏芝牧师的女儿。然后我今天想要来分享的见证就是上帝有最好的安排。好，然后其实一开始立柱长老邀请我来见证的时候，我一直想要逃避，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听别人见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讲一些什么浪子回头啊，或是第一代基督徒的经历。但是我想说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基督徒了，好像到底要分享什么，所以我想了很久。但是我后来想说，其实上帝一直都在我身边，然后让我可以平平顺顺的过我目前的18岁，所以我想说，说不定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然后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知道，但我其实是在迦南教会出生的。对，我出生的时候就住在迦南教会，然后住了大概4年，然后我爸去开拓嘉光教会之后，我就搬去了嘉光那边住了就4年吧。然后大概8岁左右的时候去美国，然后美国待了快5年，然后又绕了一圈，然后回来台湾待了嘉义一阵子，然后台中，然后台北，然后最后又回到了嘉南，就是我原本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在不到16岁之前，我就环球世界一圈了。对，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我很常，尤其是很常跟我哥抱怨，就是跟我爸抱怨说，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搬来搬去。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在同一间学校待过超过2年，所以我就是才刚交到一个好朋友，然后很快就要搬走，然后就要去其他地方，然后又要重新开始。所以我很常就是这样抱怨，可不可以就找一个地方，然后住下来，然后不要一直跑来跑去。但是就是上帝有自己的安排嘛，所以我小学读了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学校，然后国中的时候又回来自学。然后自学，我觉得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最痛苦的3年，因为自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大部分的时候待在嘉义，然后我哥跟我爸可能会在台中教会，然后就嘉义就只剩下我跟我妈还有我妹。然后我哥那时候在台中的时候，还可以去就麦当劳打工啊，然后可以认识一些人。然后我妹又在附近的一个乡下小学读国小。然后那间学校又很特别，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在校外教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一整天都待在家，然后又住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就是附近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一个奇怪的庙，然后一堆狗，然后一个什么干妈店那些的，然后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是真的很无聊，然后又没有朋友，所以整天在家里自学，我真的是无聊到爆。所以那时候我国中自学那段时间，我其实最喜欢去的地方，跟我现在可能那时候相同年龄的人最大差别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竟然是教会，因为我去教会就是可以遇到很多跟我比较好的朋友，跟我年纪比较接近的一些人，然后就是礼拜6可以参加团契，然后礼拜天还有什么主日学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去教会，然后后来又本来要去，以为要回去美国，就是在台湾待一下，然后又回去美国。结果当然上帝有自己的安排，后来我们又留在台湾，然后我就很突然的决定要回来台湾的高中读书，然后也很突然就是原本只是有一个朋友介绍说我可以去读淡江，然后结果看了当天晚上我就直接住在淡江宿舍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我就进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淡江真的是一个人间地狱，因为对我那时候，因为我要住宿嘛，然后住宿晚上10点就要点名，然后交手机，然后隔天早上才能拿到。但是一拿到不到10分钟又要回学校，然后到学校又要交手机，然后上课到8点到下午5点，然后5点之后又晚自习到晚上8点，然后那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有手机，然后直到放学8点放学之后有2个小时可以好不容易可以滑一下手机，然后但是那时候真的很不习惯，因为我从自学就是随时都有3C 产品在我身边，然后每天都是躺在家里追剧啊什么滑手机什么的，然后变成一个连3C 都拿不到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很难适应，然后加上我在台湾读高中，然后台湾的教育系统真的跟国外的很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又是自学，所以要回到一个完全
不适应的学习系统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现在往回看，其实我高中可以读到淡江也是很大的荣幸，因为我在淡江也是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啊，然后很多老师同学，然后淡江也有很多自己的特别的活动，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上帝有帮助我，让我虽然我一开始觉得很痛苦，但是往回看的时候，其实都是好事。然后因为我也找到了很多漏洞啦，就是可以不交手机啊，然后对想办法就是破坏规则那些的，对，然后大家知道我今年高三，然后高三就是升学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我身边的同学大部分都在苦命读书，然后准备学测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我高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自己不用读得那么痛苦，可以不用去考学测，所以我最后就找到一个管道叫做特殊选材。然后用特殊选材的话，就是可以把你高中累积的比赛啊、活动经验，然后全部整理成一个书审、一个备审，然后再给教授看，然后教授会帮你评分什么的啦。然后如果过一阶的话，你可以再去面试，然后面试之后就放榜，就知道你有没有上那间学校。所以我从今年暑假吧，就是一直在准备这个特选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在准备特选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最想上一间学校就是政大。然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我觉得它政大有些系蛮酷的，然后我觉得政大图书馆很漂亮，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把那个目标放在政大上。所以我昨天原本应该要去政大面试的，结果礼拜二发现我政大竟然没有过一阶，所以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蛮失落的，想说我这么努力，但是好像结果都不如预期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很难过，然后我就在跟我妈哭诉啊，说什么为什么没有上政大，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句，就是上帝有最好的安排。然后我听到这句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蛮合理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很努力的准备一件事情，很认真的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的愿望没有成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埋怨，或是向上帝抱怨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祷告，那么努力，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会想要责怪上帝。但是其实上帝一直都有在帮我们预备，然后就算我们可能现在没办法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往后看的时候，其实上帝都有为我们安排，然后他一定会帮我们准备最好的结果。所以隔天礼拜三的时候，我去查其他学校，然后发现我上了成功大学，也是一间不错的学校，虽然在台南是蛮远的，但是也是一间很好的学校，然后也是我蛮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是其实上帝虽然没有让我得到我想要的政大，但是他也是有给我一个很好的成大。所以今天我最想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难关，或是面对拒绝，或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或是有一些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就是要相信上帝最后的结果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他，然后他一定会帮我们预备最好的。好，谢谢各位。好，旁边人说上帝有最好的安排。不论你现在满不满意上帝在你人生当中的计划，好，满不满意上帝在你生活当中的安排，好，但是只要相信神，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好，所以在对另外一个人说，神永远有最好的安排，神永远有最好的安排啊！好，那我们也恭喜允杰啊，好，他达成他的梦想，好，可以不用考学测，好，就已经成为准大学生了，啊，但是也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台湾的教育是有很多的可能，所以或许你现在觉得你很多的科目或是你很多的环境好像不如期待，但是呢，只要你愿意的话，上帝都能够让我们来找到上帝要我们所预备的。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要我长大，神要我长大。那在我们要分享以前呢，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教会当中，能够一起成长，也能够一起来学习。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特别在一年即将要结束，新的一年即将要来临，让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当中，上帝你如何的带领我们，以及让我们知道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预备，怎样子来安排。也谢谢你，让我们从小就能够来认识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服侍你。也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心，不论我们现在年纪如何，日子如何，力量如何，都愿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切来荣耀你。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2章5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呢讲述了耶稣出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感谢路加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出生以前，就发生了这些的事情，以及呢，他出生以后，那在耶稣的身上，还有看到耶稣的童年。那这句话呢，路加福音的第2章52节，就是在描述耶稣他12岁，那要上圣殿的时候，来成人礼的时候，而他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心志，就是在他12、13岁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以天父的事情当做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后面呢，就用这一节来成为这个耶稣青少年时期的总结。那在第3章之后，就开始了耶稣他的服事。那耶稣他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智慧增长；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身量，就是他的整个人成长；第3个就是神跟人喜爱耶稣的心。这3件事情都一起成长。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在圣诞节前1个礼拜，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要怎么样成长像耶稣一样呢？或许你只有这边我看到我们最小的是小桃子，现在是小4的年纪小3，我帮你生一年。小3呢，现在应该是几岁？9岁。9岁到10岁的年纪，比耶稣现在这个经文呢还要小。但是呢，或许当我们明白我们要怎么样长大的时候，你可以走人生很多上帝特别安排的路。刚才允杰的见证分享当中，他讲到他找到了一条路，可以不用考学测，不用这么辛苦的像他的哥哥一样考学测。或是像我们大家一样，他就能够找到一个管道，能够选择大学。但是呢，这是透过了这个许圣凯牧师娘，就是雅琳师母，那她有很好的经验的分享，所以承恩、伯恩也是因为这个特殊选材的管道，都进入到很理想的学校。而我们要怎么样在人生的路上找到一条路，让我们那个智慧、身量，还有神爱我们跟人爱我们的心都能够一起成长呢？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读了尼西米，尼西米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用对的方法成为对的人。所以这5件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练习在我们的心中。第一个叫做对的时间，大家说一次。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用对的方法，成为对的人。这5件事情，你常常提醒你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能够把这5件事情都能够准备好，这样子你就能够避免犯错，避免走错路。箴言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智慧，就是要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而雅各书1章5节，请姐妹来读，请。
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神。上帝乐意把智慧赏赐给我们。好，跟你旁边说，神乐意把智慧赏赐给你。神乐意把智慧赏赐给你。在今年的暑假，现在我们是12月，暑假的时候呢，牧师有分享一篇信息，讲到了撒母耳。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小小的撒母耳，也是在他12岁、13岁左右。其实他断奶的时候呢，就被他的妈妈奉献到圣殿。到他12、13岁的时候呢，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上帝的拣选他。好，所以呢，这个经文讲到撒母记上，讲到撒母耳逐渐长大，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就是小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20节到21节说，全以色列的人民，从但就是最北边到别是巴，等于是从富贵角到鹅銮鼻，都知道撒母耳确实是上主所立的先知。哇，你有办法从富贵角到鹅銮鼻，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你吗？而上主继续在示罗，就是向撒母耳说话的地方来显现了。所以在今年7月，在这篇信息当中，神让撒母耳长大，可以终身服侍上帝的秘诀，牧师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复习啊。第一个就是要知道神与我同在；第二个要知道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第三个要知道神托付我的职分；最后要知道神的显现和启示啊。所以牧师也请大家跟着牧师来念一次，能够成为你的复习。怎么样能够终身服侍神呢？终身服侍神呢？第一个是要知道神与我同在；第二，知道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第三，知道神托付我的职分；第四，知道神的显现和启示。当你能够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不论是小小的撒母耳，或是小小的主耶稣，在12、13岁这么年轻的时候，上帝都能够大大的使用它，使你的智慧，使你的身量，还有神爱你的心，还有人们爱你的心，都一起增长，一起增长。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呢，有一张表，这张表呢是从民国87年到今年每一年的出生的人口数啊。我们在座有民国87年次的吗？有没有？87年次没有。87年次现在是几岁？27岁。我们在座没有27岁了。好，然后呢，到114年，就是今年出生的这个数字呢，从每一年都排下来，然后看到呢，只要看绿色的就好。民国87年，就是现在的27岁，那一年出生的人有多少呢？台湾271450个，生肖属虎，老虎，跟我一样。然后呢，到去年，民国113年，全台湾出生的人有多少呢？倒数第二行，134856。从民国87年到民国113年，就是从27岁到今年满1岁，人口数剩下多少？27万，每一年出生27万，到去年出生13万，平均一个月还有1万。今年的统计也已经出来到11月底啊。今年呢，到11月底，全台湾的出生人口是多少？98000人，平均每月呢，都在8000、9000这样，不到1万。所以算12月，大家拼命生出1万人，但是呢，台湾今年的人口增加多少？10万出头，不到11万哦。所以你会发现，台湾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少。27岁那一年，还有现在27岁的人，你们出生那一年还有27万人，我出生那一年有36万9千人。所以呢，你会发现台湾的人口呢，会这样子呈现这样的画面。这个台湾的人口呢，到了2019年，
是最高峰，多少呢？来到了2360万。去年的人口呢，是2340万，少了20万人。今年呢，可能会再降下来。然后呢，你会发现每一年台湾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45年之后，2070年，台湾大概剩下多少人？1497万人，就是呢不到1500万人，比现在呢要少了800多万人哦，少了800多万人，也就是说1/3的台湾人超过或是3/5的1/3的台湾人呢，在45年之后呢，你现在觉得哇人好多，像今天牧师去回来教会的时候，哇这个地方车水马龙。可是呢，45年后呢，大概就是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大概少了1/3的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接下来我们现在出生的人，或是在台湾这个环境当中的人呢，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呢，可能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你可能要去思考，如果45年之后，你大概几岁？45年之后，40年后，你那个年纪的时候，在这个你所居住的这个台湾这个环境上面呢，可能不跟现在的这种生活呢是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这个有没有可能改变呢？有没有可能？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改变？有没有可能台湾的人越来越少？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我们怎么样去努力，就会影响我们的未来。那为什么人会这么少？就是当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人，那个年纪的人呢，也就是说，现在大概是30岁到50岁之间的人，他们应该要生小孩的，他们应该要结婚的，但是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他们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所以呢，以至于呢，这个衔接、这个落差就会越来越明显。而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的未来在谁的手中？而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未来的40年后，你可能要过的生活，跟现在是很大的不一样。在去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因为最后一场礼拜，因为下个礼拜呢，我们有圣诞晚会，下礼拜呢，牧师去环岛骑脚踏车去环岛，所以呢，今天是牧师在今年最后一次在青年礼拜当中的分享。去年在青年礼拜当中最后一次的分享的信息，我分享了最重要的10件事情，引用罗马书第14章16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不可使你认为好的事得了坏名，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这样的侍奉基督的人，必定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促进和睦、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好，当我再把去年这个经文再拿出来看，还有去年牧师在台上的分享的信息，再拿出来复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还是很值得我们在今年要结束之前，可以好好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日子。无论是明年新的一年，或是我们未来的人生、未来的日子，我们要追求的有这3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公义的事情，第二件是和平的事情，第3件是喜乐的事情。好，这3件事情也请大家复习一次。第一个是，第二，第3，我们可以用英文来读一次吗？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food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the peace and the joy in the Holy Spirit. Righteousness 公义 ，peace 和平 ，joy 喜乐。好，能够在 Holy Spirit 在圣灵的当中，能够去追求啊，好，能够去追求。在今年要结束了，好，牧师都会很期待，好，在1年结束的时候，好，能够做一个盘整。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好，你可以找到台湾今年10大新闻。如果讲今年台湾发生什么大事，在2025年，你会觉得
你会想到哪一件事情？来看看你想的跟新闻好，这些新闻他们所整理出来有没有一样呢？第一个新闻呢，好就是我们的政治呢，好有史无前例的大罢免，好，但是呢全数遭否决，然后朝野的僵局依旧，好就是朝小野大，好，所以总统好跟立法院、国会好没有办法配合，没有办法来执行国家的政策啊，所以叫做台语说把卡把丘。第二个呢，好就是马太鞍，好就是光复哦，有这个马太鞍溪的溃堤酿灾，台湾呢有将近40万的铲子超人啊，志工队好前往光复送暖。第三呢，好就是我们的股市呢云霄飞车哦，在关税好今年的美国的关税好重挫台股，但是暴跌之后呢，好反而是一个 V 型好的反转。创新高，台湾的股市呢，好，在这一年当中呢，创下台湾股市应该是30几年来好的新高，好，这真的是在今年啊，如果你有在关心股市呢，好，真的是好像在洗3温暖一样。第4个台湾今年的新闻呢，就是一个小确幸，也是一样史无前例啊，好，你发现第1、第2、第3、第4都是史无前例，最高额的红包。以前我记得我还在当青年牧师的时候，好那时候发了一个什么马英九当总统，叫做什么券的我忘记了，消费券，好那时候发是2300块还是多少钱？我现在还留着一张500块，那时候没有用，好所以那个已经变壁纸了，好但是呢，然后2年前好像发了一次6000块，今年呢突然普发1万的现金了。第5个台湾的防疫破功。好，5月份台湾才认证，全球防疫做得非常的好，结果10月份就破防啊，这个猪瘟跑到从台中跑进来，不过还好控制得很快，好，否则我们现在猪肉呢就还没有得吃啊，但是我们台湾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做得非常的好。第6就是公安的悲歌，好，在今年有台中有这个星光3月的气爆。是百货史上最惨的事故。第7，有这个道路安全的议题。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在三峡有个78岁的老翁开车撞死了这个上学的小学生哦。第8呢，是这个放假的福利。立法院呢定了这个国定假日。1年呢，从今年开始，今年就生效。每一年呢，至少都会多休4天。然后呢，甚至呢到4+1到5天哦，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如果你是上班的就很开心，如果你是老板的呢，就会担心了。第9个呢，演艺圈的风暴，这些伞兵的这一些艺人呢，一个一个的被起诉，最后呢就是司法的重判了，是这个凯案，这个凶手呢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也让。这个自虐童的这一些事件呢，是最高的刑度。这是在今年台湾所发生的新闻。如果呢这一年2025年即将要结束，或许这些事情可能是未来的5年、10年、20年，甚至到你45年后2070年，你可能都还会记得这当中的事情。有一些可能会继续发生，有一些可能不会再发生哦。但是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除了关心台湾，也要关心全世界。如果讲到在2025年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晓得你会记得有哪一些事情呢？这里有列出10个。第一个就是狂人回归，川普又回来当总统。第2个呢，就是铁娘子，这个日本的首相，今年才就任没有多久，可是呢，他快速的在全球窜红。而且呢，得到台湾很大的支持，因为他的台湾有事论呢，让这个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呢，成为一个非常色彩鲜明的一个首相。第3是中东的局势，这个以哈停火暂止，然后呢，但是呢，到底能够和平维持多久？前景还不明朗。第4是 AI 的狂潮，这个台湾出生的黄仁勋，在美国的
创的公司呢，拿下了全球最高市值的公司哦，今年不知道已经上去几次了，好，那在追逐，好，但呢市值突破5兆美元哦，好，这是改写世界纪录，好，不过呢，好，现在还在追逐当中，好，但是 AI 泡沫化的疑虑呢，好，有人认为 AI 会泡沫化，有人认为 AI 会继续蓬勃发展，好，不过这一条呢，在去年就有人预测，好，今年会泡沫。但是如果也有人预测今年 AI 呢会窜高，所以呢值得参考。第5呢就是今年的暑假的7月5号的大灾难预言，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很多人呢想说日本会有一个超级大的地震，然后呢会有世界末日来到，因为一个漫画的预言。第6呢是美中破冰，这个6年的川习会呢有。睽违6年，美国跟中国没有碰面，但是呢，今年有川习会，贸易战，暂时休兵。第7，青瓦台变天，你知道这是什么新闻吗？韩国的总统，他下令戒严，结果呢，不到24小时，这个戒严又被取消了，变成一出闹剧，结果呢，这个总统没得做了，然后还被抓去关，然后换新的总统上来啊。那这个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第8，就是打击诈骗哦，在美国起诉柬埔寨的人蛇集团，然后台湾有9个企业被制裁哦，包括这个太子集团，也被揭露出来，我们才知道哇，这个诈骗集团的事件呢，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它的这个诈骗的金额呢是4000多亿啊，4000多亿。比这个什么台塑企业人家干了几十年赚的呢，短短几年当中，骗来的钱，人家辛辛苦苦做的钱还多。第9，是这个教廷的新举，是这个罗马的天主教，这个教宗方济各辞世，新的教宗是美国人，教宗 Leo 梁14世他继位，最后是香港这个弘福院发生了大火，离我们最近还很近。这些新闻快速的回顾呢，就是让我们对今年你可以留下一些的回顾。但是牧师也期待，在今年当中，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是希望在2025年当中，这一年可以特别的牢牢的把它记下来呢？路加福音2章52节。记载了耶稣12岁、13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到圣殿里面，然后他的成人礼，在圣殿当中，以至于呢，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圣殿做礼拜，要举行成人礼。但是呢，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他却继续留在圣殿当中学习神的话，然后跟着圣殿的这些经学教师，跟着这些拉比。学习圣经，没有回家，所以爸爸妈妈又跑回来找到他，然后很担心。可是呢，耶稣却说了一句话：“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不应该要把上帝的事情放在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吗？所以这是耶稣，你在整本圣经当中都看不到耶稣12、13岁在做什么事情，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他12、13岁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把上帝的话，把上帝的事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啊！所以我们再把路加福音2章52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盼望虽然你现在不是12岁、13岁，但是你的智慧、你的身量，神爱你的心，人爱你的心，每一年都要不断的增长。阿们。所以在7月讲到萨姆尔，我在迦南教会长大。刚才允杰说，他一出生他就被放到迦南教会，但是他在迦南教会长大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因为他又跟着他的爸爸到处去不同的教会服侍，去了很多地方，但是上帝的带领让他又有机会回到迦南教会。每一个人上帝的安排不一样，但至少今天，至少今年2025年，我们都在迦南教会，
在这一年当中开始的时候，到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这一年来你有没有长大呢？7月的时候，牧师跟大家复习分享这4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长大呢？第一个就是你要自己跟神祷告，经历神的同在；第二是你要自己能读圣经，相信神的话语；第三你要自己愿意服侍，顺从神的呼召；第四自己能够分辨明白神的作为。你要在教会里面长大，祷告、读经、服侍，有智慧，这是教会希望这个环境让你能够学习和成长的。这4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复习一次。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个。如果你在教会从小到大都不读圣经，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在教会，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会友，这么多的会友，在牧师的了解，在牧师的跟他们接触当中，很多的会友，到了一个已经7老8老，可是呢，光第一件事情，他都没有到现在这个年纪，都还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这个就值得我们来思考。但是如果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或是在今年当中，你能够做到自己能够跟神祷告，自己能够跟神读圣经，能够把上帝的话放到你的心中，或许你才是真正的长大。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年纪，自己也没有办法祷告，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都要请别人祷告，或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都没有上帝的话语可以进来，让你的心中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的时候，这样子你就需要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祷告，我要好好的读圣经哦。在今年迦南教会也有10大新闻了，这10大新闻呢，那牧师的整理来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今年有迦南教会60周年的庆祝活动，大家有没有参与到？第二个就是我们教会呢，第一次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2天1夜去到古坑，有没有参加到？如果你有参加到，你就有了一个印象。第三，我们今年有教会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也是第一次，有没有参加到？大部分没有参加到，但是牧师有跟大家不断的分享。第4个就是我们有圣经共读跟灵修笔记，有没有参加到？有参加到，这就是你今年的收获和成长的机会。第5个就是我们有教会有333的祷告会跟祷告的小组，或是祷告见证会，有没有参加到？今年我发现我们的青年牧区呢，很多青年参加祷告会的次数变多了。第6个，今年教会目标60位受洗，有没有一起来努力？我今天早上算了一下，今年呢，这个受洗、小儿洗礼、坚信礼跟信仰告白，我们总共有到今年有44位，44位。虽然没有达到60位不过我们还有转会籍，转会籍好像有20多位，所以这样在今年当中，教会的新增的会员也是有60-70位，也是有60-70位。我们一个目标是60位的小组长，有没有达到呢？没有。我早上也算了一下，我们今年的小组长正式的大概是在36位左右，就是成人，然后呢台语牧区、华语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今年上 A1， 还有上 A2 装备课程，甚至完成 A2 的装备课程，也有60几位。这些 A2 课程的完成的人呢，都是将来非常有机会能够成为小组长的人。第8件事情，今年我们有举办领袖高峰会，有没有参加到？还记得这什么东西吗？牧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透过领袖高峰会，让我们的服事呢，可以更加的有计划，而且让我们的服事呢，更加的有效率。这是我们教会今年一个很好的操练。还有今年教会呢有20周年协会庆祝20周年，志工队17周年，
然后我们的协会呢，好有新聘的一位总干事，好也就是牧宣，好，所以呢这是迦南教会啊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10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教会好有这个 A2 长大成熟的课程，好的课本，好终于生出来了，好终于生出来。但是 A3 呢，好今年没有完成，好明年才会生出来。这些呢，这10件大事，好其实呢都是去年的12月。这个时候最后一次讲到的时候，牧师把它放在 PPT 上面。过了1年之后，再把它拿出来看，我发现，哎呀，去年的目标只有最后一条的最后一样没有完成，其他的每一个都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亲爱的年轻人们，如果你想要在未来这1年当中有一个成长的计划，有一个成长的目标，就是你现在开始准备，把你接下来这1年365天，包括允节，你要上大学，有4年的时间，这4年你的目标、你的计划是什么？你能够把它好好的把它整理下来。所以去年牧师把它整理下来，过了1年之后，去年牧师就跟大家分享，跨年祷告会也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过了1年，其实还不到1年，再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些事情就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在你的目标当中，在我们的努力当中，都能够一个一个来实现。同样的，我也把明年2026年在教会当中要努力的10件事情，我也把它写下来，要不要来看一下？好，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灵修笔记365，好，明年我们教会要来大家一起来努力，有一个灵修笔记。这个灵修笔记呢，好，就是你自己会有1整本，好，那这1整本呢，就会有你的每一天，好，打开都会有你每一天的这个灵修的经文。所以呢，就5件事情，好，这5件事情呢，读经文、挑金句、写感受，再来呢，今日事、今日毕。好，这个题外话，好。允节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呢，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那时候在美国被关在家里面，所以那时候呢，疫情开始没多久，每一天吃完晚饭，牧师呢就带允琪、允杰、允田，我们全家就在那边读圣经。然后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小，允田那时候还很小，也不太会写，所以呢，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呢，你要用写的，你要用画的，都可以，所以。那时候呢，牧师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美国的书局，买了1人1本，然后呢就买回家，让他们自己写，他们大部分都用画的，所以我们大概在家里面呢，就大概写了8个月，写了大概8个月，然后就让每一天这样子写，这样子写，所以后来允杰他就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而他不管回到台湾，他继续都有写日记，那允田也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灵修笔记，当你明年1月1号，有一个，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很好的习惯，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关系。明年2026年，你只要去登记这一本，然后去把它带回家。我们大概要12月25号才可以拿到这一本，但是当你拿到这一本，你可以好好的来计划你这1年要读的圣经。圣经你没有读懂没有关系。重点就是你可以记录好你的灵修笔记哦。第2件事情就是明年我们要庆祝迦南教会松年大学的30周年，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感谢30年前我们在教会那时候的前辈，他们就发现这个高龄化社会的重要，所以他们就预备了松年大学好的这个机构，所以让现在我们松年大学我们每一年都有150几人次的学生来教会上课，这个还不加上我们的据点。第3，明年迦南教会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敬拜赞美祷告会，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在台北的永光教会的牧师还有他们的传道轮流来跟我们分享在敬拜赞美当中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素质，怎么样去操练我们的祷告。还有明年呢，我们有一个宣教月跟宣教行动，是在我们的外展部门当中要来推动，还有努力的，就是让我们的宣教行动能够
成为全教会一起共行的。好，那牧师也非常的期待啊。第5个呢，就是我们明年也会有松年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重新来启动，好，成为我们教会这个跨区、跨牧区、跨小组好的一个动力。第6，明年这是第6，我们会有牧师很期待的事情，就是在明年的11月到12月，我们会共读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呢，就表示说我们3年1轮的读经呢要结束了，所以2027年又是一个新的一轮，就是会从27、28、29，你有机会3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次。我们是24、25、26，所以明年2026年就是会把这一轮的圣经读完一次。第7呢，在明年我们的青年牧区会有一个培训 camp， 我们会有一个青年的营会。那这营会呢，目前是在筹备当中，应该是在做梦当中。我们也希望明年我们的这个青年营会能够for 青年，能够for 学生，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不管是3天2夜或是4天3夜的青年营会，能够让教会的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教会，平常不来教会的青年也能够在这营会当中能够更加投入。还有第8、第9很特别，明年会有台语夏令营、音乐夏令营，跟第10我们教会明年会有一个5大基金的募款行动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未来1年当中迦南教会值得努力。牧师也在这边跟大家来预告，也希望在未来这1年当中，我们一起来努力，等到明年的最后一堂最后12月，牧师再次来讲道的时候，我们再来盘整。你可以想象1年后这些事情，你都乱完了，都走过了。我们在这1年当中，我们到底参与了多少或努力了多少呢？最后，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是更专业的评估这是这个《经济学人》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他们来预测他们每1年都为全球预测。那我把去年牧师有分享他们10条，但是我没有时间再回顾，所以我就把明年2026这些美国他们观察到的全世界的这个现象呢，他们做了预测，他下了一个标题6个字，叫做边挨打，然后呢边前进。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不好当中还是有好事发生。这个是全球世界的现象。什么叫边挨打边前进呢？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美国会有一个7月4号，July 4th。但是呢，现在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对于美国America 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他们也需要向全世界来描绘。有没有可能在250周年，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和谐？还是美国这个国家呢，跟台湾一样，非常的分裂，非常的撕裂呢？第2就是在全球的地缘政治的漂移，美国、中国，到底谁会成为世界的霸主？不过过去这几年呢，看起来中国还是偏居于下风美国在疫情当中被打得很惨，可是呢，美国呢，它的这个力量呢，还是非常的强。第3，到底未来这1年是继续的战争，还是能够走向和平？第4，是欧洲所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欧洲他们的国防的开支要增加，那他们跟美国到底要保持好的关系，近一点还是远一点？这也是在欧洲国家的挑战。第5，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还有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已经越来越缓慢。过去呢，大家都要去中国淘金，现在呢，很多的企业不管是苹果啦、三星啦、做车子的、做手机的、做运动鞋的，你以前穿的衣服都是 Made in China， 现在你看你去买的新的衣服，翻一下都是哪里做的 ？Cambodia Vietnam 然后呢印尼很多都马来西亚做的，
开始都从中国都离开了，所以这些富裕的国家，入不敷出，债券的危机，风险也在增加。第六呢，是经济的担忧啊，因为这个关税，到底是对美国是好是坏？那明年还是会继续，大家要继续看下去啊。台湾的关税在今年被定是32%，你那个卖出去，你要卖它100块，美国要先跟你收32块的关税。现在这个数字还没有变哦。我们的台湾的政府还在跟美国还在谈，希望能够降到20，说是能够看到1字头，但是这个还在努力当中。第七 ，AI 人工智慧，美国在人工智慧呢，已经花了很多的金钱，在明年大家要继续的砸钱下去，因为很多公司赚很饱，但是有很多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们还没有真的把钱赚回来，就大家投了很多的钱下去，一个 AI 的模型，一个 AI 的产业链，花很多的钱，但是你现在用的 ChatGPT， 你有付到1块钱吗？大部分的人你用 AI， 像我也没有付钱，因为叫我要花这个钱呢，可能会花 YouTube 的钱，Netflix 的钱，你可能愿意花，Spotify 的钱你愿意花，或是这个 Google 的钱，但是呢，要花在 AI 呢，可能叫大家，所以大家还要看这可以撑多久。第八，气候情势复杂多变因为在这个这叫什么永续？这个世界永续呢，他们定了一个要把全球的温度呢控制在上升1.5度所以要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才不会让那个臭氧层那个大气层的破洞呢越破越大不过呢，他们努力了20-30年到今年呢越来越发现1.5度是有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所以会1.6、1.7你知道这个我们的地球的平均温度只要每上升0.1度，我们的这个海平面呢，就是这个南极、北极的冰山呢，它就会融化多少？你的海平面、海洋就会上升多少几公里所以如果当上升到不用说2度，你只要0.1度，就会开始有感觉所以那个马尔地夫这个国家呢，很快的它就会变成被海洋盖过去，这个国家就变成海底下的国家。如果你是马尔地夫的国民呢，你就要住在海洋底下，就变成海绵宝宝。第9呢是体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件事情是这100-200年来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实，在第1次世界大战当中，那时候就奥林匹克已经很久。不过呢，因为透过有体育这件事情，让大家不用打战，就可以享受那个比赛的快感，还有那个胜利的滋味。但是呢，体育这件事情呢，到底可以让人忘却政治，还是要继续投入政治？就是当政治跟体育的时候呢，所以《经济学人》也就是说。体育这件事情，如果扯上政治，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乌克兰、俄罗斯就被限制出赛乌克兰就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再来会怎么发展呢？大家也会看着办。最后就是更便宜的 GLP， 这个叫做减肥药，减肥药即将问世。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就是在我们台湾人比较不太需要，但是呢，对于这个吃太好的美国人很需要，但是这个减肥药呢即将问世所以这有可能会变成说我们的食物当中、喝的饮料当中，因为它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来减肥这都是经济学人的预测。2025、2026，希望透过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喜爱的心，人喜爱他的心，都能够一起来增长。这一年，如果你觉得今年过得还不是让你很满意，我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今天不过是12月14号，你还有几天呢？你还有17天你还有17天，
可以好好的把你的2025年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跟神祷告，可以跟神呼求，可以跟神祈祷，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你在今年，如果你跟牧师一样，觉得我今年我的计划、我的目标都能够一一的努力、一一的完成，那你要开始做的是，明年我要做什么呢？明年我要计划什么呢？在我们的灵修笔记当中，这5件事情，我希望你不是1月1号才开始，我希望你今天就开始，更希望你明天就开始。虽然你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这会祝福你，也会帮助你，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能够像小撒母耳一样，能够像12岁的耶稣一样，能够智慧成长，身量成长，神爱你的心成长，众人爱你的心都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一年即将要结束，向你献上感谢。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有酸甜苦辣，我们有高山，也有低谷，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永远都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也恳求你来带领我们，在这一年还有2个礼拜多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盘整一下，可以好好的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个人，或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国家，或是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能够以上帝的眼光、神的角度，能够来体会，也能够来明白。我们也把未来的这一年要祷告交在主的你的手中，愿上帝你带领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能够在智慧上成长，在身量上成长，在上帝喜爱我们的心成长，还有众人喜爱我们的心，也都能够一起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孩子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你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
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我们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时候邀请大家闭上们的眼睛，为今年所经历的一切，我相信刚刚在牧师一边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也一边在思想，在这一年当中你所走过的，你所经历的，为你心中所想到的事情献上感恩，也求主继续帮助你，让你知道在这一年当中，神对你的爱并没有减少，让你明白在这一年当中，神对你的照顾，没有哪一天神没有看顾你，没有哪一天是神忘记你。求上帝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在这一年当中，神是多么样的爱你，神是多么样的眷顾你。不论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顺利、难过、不如意的事情，神对你的爱都没有改变，好不好？这时候邀请你，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用感谢，用祈求，用各样的方式，你可以跟神说，为你自己来祷告，让你在这一年当中知道神对你的爱是丰丰富富，是要完全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让你的智慧，让你的身量，神对你的爱都要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对你我们的照顾，还带领我们的陪伴，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酸甜苦辣，是高山或是低谷，我们都要感谢你，也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在这一年当中是比去年更加的增长，你对我们的照顾是比去年更加的祝福。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从天而来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你的平安，也让我们知道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帮助每一个学生，帮助每一个孩子明白，神你爱我们，你喜悦我们，你要让我们的智慧身量都一起来成长。谢谢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也谢谢主耶稣你差遣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没有奇迹。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能传递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爱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传递爱，为爱活过，就是值得。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而泪，为爱而笑，为爱我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带领我们来到迦南教会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都在神你的掌握当中。虽然我们的人生有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想象，但是你让我们明白，上帝，你永远都有最好的安排。让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旨意里面。感谢你每一天给我们的话都是新鲜的，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的玛纳都是甜蜜的，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读到我们的心，读到我们的生命里。那么在今年，在明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成长，因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影响我们的周遭，影响我们的城市，影响我们的国家，影响这个世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上帝的话要大大的祝福你。上帝的话要大大祝福你，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那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回顾这一年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路，感谢你无论今年发生了什么，你都赐下平安与盼望，也在每个经历中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预备明年所未发生的事。现在我们献上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是我跳舞，无论明天将如何。I got you， 一起拍手。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是我跳舞，无论明天将如何。I got joy， 困难阻挡我生命之中，我更要来赞美，成就美好，我已经看见，永远都要敬拜。我胸怀最远的酒，我永远不会再惧怕。自己认为愚蠢，全是自由，我永远不再执着。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
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我们要把喜乐化成我们的掌声，也把我们的喜乐来献给神。哈利路亚！然后还要把我们的预备先化成掌声，拍掌来献给神。哈利路亚！最后也要把我们的盼望化成掌声，拍掌来献给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能够从耶稣、从小撒母耳的身上来学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赐给我们的智慧，要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让神的爱还有人对我们的爱都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年一年的成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帮助、平安喜乐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直到明年，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Hello， 大家好，我是敏媛。对，好，我剪头发了。对，刚刚一路上有人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想换造型而已。对，不要再问我了。对，超多人在问我为什么会剪头发，就是一种造型，好看吗？好看吧？好看。好，那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报告时间。好，要注意听哦，我只讲一次哦，哈。好，那我们要欢迎新朋友，今天有新来到这边的朋友吗？没有，我有点易怀。哦，好，拍手，是逸飞的哥哥，对，哦，好久不见，好，你应该忘记我了，对，对，我记得你，逸怀，好。对，一会儿要自我介绍一下，身高不是身高，那个讲一下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什么之类的。我是逸飞的哥哥，好，谢谢。现在设计公司，对。直接讲嘛，他是刺青师嘛，不知道有什么不好讲的。对，设计公司设计刺青的公司，对，对，好，那我们欢迎一怀哦，希望你常来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本会的报告。那本主日呢，就这礼拜日是代降节的第3主日，有松大主日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那感谢的松大的副校长、副校长，还有以及美珍长老前来主持，那也代表圣经学院前来报告请安。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代祷奉献以及关心这个部分。好。那2026年呢，就是迦南的州立手册预购呢，1本200元，就是刚刚牧师是那本吗？对，举手一下，举高一下，对，就这个。好，200元，然后里面有记事每个迦南教会可能有很多的事工啊，很多的开会啊，就是都在这里面，有吗？有，对，然后还有灵修笔记，对，这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要已经登记的弟兄姐妹，在12月21号的时候，记得缴费给干事哦。好，再来就是圣诞赞美礼拜是下礼拜的主日是12月21号，只有1场礼拜。那9点20呢，在49号2楼的礼拜堂。那中午呢，记得没有爱餐，所以呢，请弟兄姐妹的服侍同工留意时间，是9点20分哦，在49号2楼礼拜堂，49号哦，不是这里哦。好，然后再来就是竞拍部门的报告是10月24日，就是下礼拜3，然后平安夜的下礼拜3平安夜的祷告会。那这个特别讲一下，就是将以不同的以往的形式呈现哦，是不是很特别很厉害？对啊，隔天放假，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哦哈。就是好奇就留在当天，就惊喜当天才会出现，好不好？就当天记得要来。好，再来是侍奉部的报告，就是松大讲座在12月17号的10点半到12点。那请陈志成的医师，然后主题是全人身心灵的医治。对，详见的请看周报。对，然后就欢迎参加哦。好，再来很重要，就大家记得这个时间，就是2025年的迦南圣诞晚会，就是我们的下礼拜612月20号，记得是几点？6点半，在哪里？49号2楼，对，没错。然后还会有67份的奖品摸彩。那头奖呢，大家知道吧？就是往下看，头奖呢就会有这些，有没有？很厉害。头奖呢就是什么喜来登酒店，然后呢5星级的5星级，然后2选1这样，你看有没有看到？然后2奖呢就是约会套组，就是上礼拜曾经有介绍过，有
有西提餐券，然后又有微秀影城，你看看都帮我们买好。哦，对，住宿券还有买晚餐，你看陈牧师看多细啊，是不是？头奖就是记得大家一定要抽到。对，早餐晚餐也很重要，一定要讲奖项。好，就是大家一家来参加，头奖就是大家的，好不好？希望可以抽中，好不好？好，再来呢，就是中废部的报告是2026年的福音月日，对，然后福音月历。我刚讲什么？福音月历，然后只领取到这礼拜日哦。那记得是集在会籍的小组会员或小组会员，每户呢可以领取1份。那加购者呢，请跟书信长老或者张玉主任，就是1份就是100元。对，好，那再来就是肢体消息的部分，就是台语区的勾追小组李秋红长老呢，就是12月9号的时候，蒙主恩召安心主怀，享年98岁。那在1月10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半，在2楼的礼拜堂进行告别礼拜，然后1月8号的2点，晚上8点呢，在本会的7楼礼拜堂进行我们的家庭安慰礼拜。那请大家可以就是参与或者是一起来代祷，这样一起来祷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因为我们这礼拜就是下礼拜就是没有礼拜，就是圣诞晚会了。那在下礼拜呢，就是牧师去跑步了，洗脚车，对，是去洗脚车，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呢那一天的下礼拜是那个联合礼拜，对，联合礼拜那联合小组，联合小组，对不起，联合小组是时间，所以大家记得要预留哦，就是12月27号，我记得礼拜六的时间。对，那因为对，刚刚我突然忘记了，今天呢，我们的见证者是谁？陈允杰，对，我们请牧师来颁发这个100元的这个见证小礼。对，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最好的安排，对，没错。好，下一个，好，不要那么尴尬哈。100元，100元煮蛋血。对，好，那接下来没有，就是我们之后就没有礼拜了，所以我们就麻烦大家可以一起来收椅子哦，哈，好，谢谢大家，大家几点在隔壁哦？小钟，好，8点半，好，大家可以尿尿休息，然后记得搬椅子哦，好，每个人搬3张起跳，好，开始。